你好，歡迎嚟到 Tech 機研究所。呢度係由我一個前美容儀器工程師主持嘅頻道，專門用科技角度解構市面美容儀器嘅真相。今日第一條片，我哋就由最多人問、最多人買，但亦最多人用完無效嘅儀器入手 RF 射頻美容機，佢到底有冇用？真係可以緊緻、提升、去紋，定只係亂粒粒心理作用？我哋一齊拆解 RF 係乜呢？ RF 即係 Radio Frequency 啦，射頻原理係利用高頻電波穿透皮膚，加熱真皮層，令到膠原蛋白收縮，刺激再生。當膠原蛋白受熱後，會有短期緊緻效果，長期就可能促進膠原新生。咁簡單啲講，你想拉皮唔開刀，射頻就係其中一個方法。點解用完冇效？好多用家買咗部機返嚟，話冇感覺、冇效果。問題通常唔係你皮膚唔啱，而係部機本身太溫柔。專業級 RF 要加熱到皮膚約40至42度先有刺激膠原作用，但市面上啲平價家用機發熱位細，能量唔夠，甚至冇恒定溫控，熱得一下就咳電。你感覺有熱，但冇入到深層，自然冇反應。仲有啲係根本唔係 RF， 只係加熱震動，燈一閃就當做嘢，完全冇科學根據。睇一部 RF 機係唔係有料，你要睇3樣嘢。第一，頻率，市面上有效 RF 通常介乎0.5兆赫茲至3兆赫茲，太低可能入唔到真皮層，太高就變咗表層熱。第二，輸出功率，唔係越熱越好，而係能量穩定，持續維持有效溫度先重要。第三，電極設計，圓頭、平頭、多極設計影響能量分布同埋熱力集中點。如果冇寫呢啲資料，或者只寫 RF 射頻效果，但冇講規格，基本上可以打個問號。總結一句啦， RF 係有效嘅，但唔係每部機都有用，要有真效果，睇數據，睇設計，唔好中 marketing 局。如果你中意呢種理性解構美容科技嘅內容呢，就記得訂閱我個頻道 Tech 機研究所，我會繼續拆解唔同類型嘅美容儀器，幫你用得精明，買得安心。下條片見。